搶劫、殺人、強姦、販毒，生動還原案發現場，透過講述一個個案件過程，帶你還原事實真相，探究人性深處嘅秘密。殘忍，6名兒童被做成乾屍，一恐怖。各位聽眾朋友，大家好啊！呢單案件可非同小可，我奉勸心理素質一般嘅朋友唔好聽，不然恐怕真係會留下心理陰影。一個殘忍無比嘅家伙喺1年之內殘殺咗6個少年兒童，更誇張嘅係佢仲對屍體破腹、挖眼、挖心，做成乾屍放喺屋企炕上作為收藏品。呢個變態狂究竟係乜嘢人？點解要做咁殘忍嘅事？聽我講一講啦。我係喺好多年前聽一個搞法律嘅朋友講過呢種事，當時我完全唔信，認為佢係信口胡說。點解啊？我做夢也諗唔到呢種恐怖片嘅情節竟然喺中國發生，仲要咁堂而皇之。若干年後睇到相關資料，我先驚訝咁發現呢單嘢係真嘅。好啦，廢話少講，呢個故仔開始啦。時間係2006年2月，黑龍江某省初一學生孫林一夜未歸。孫林嘅父母都係普通市民，父親喺多年前下崗後，跟住一班前同事去韓國打工。韓國工廠對於中國工人非常刻薄，工作極為勞累，待遇差勁。韓國工頭肆意用髒話罵人，有時仲會打人。用中國工人嘅話嚟講，比狗好唔咗幾多。即便如此，呢啲上有老下有小嘅男人，都只能忍辱打工，混口飯食。孫林嘅母親係個下崗女工，因屋企拮據，人口較多，仲要幫人湊細路、煮飯做菜，換啲生活費。父親長期喺國外，母親工作好忙，孫林平時冇咩人管，有時寫完功課就會偷偷走咗出去上網打機。今晚9點，疲憊嘅母親返到屋企先發現個仔唔喺度，母親鬧鬧哄哄咁出門去揾孫林。一般佢會喺周邊嘅2、3個網吧，尤其係會去天齊網吧。天齊網吧規模較大，機器比較新，通宵營業收費亦唔高，好多未成年人都去嗰度。奇怪嘅係，母親連續去咗幾個網吧，都冇揾到個仔。孫林呢個衰仔跑到去邊度呢？一時唔知點算，母親唯有返到屋企。等咗夜晚12點，孫林都未返嚟，母親非常着急，唯有打電話俾自己2個細佬求助。親戚們匆匆趕到，都覺得好奇怪。孫林呢個細路好聰明，平時貪玩但從未試過夜不歸宿，呢次似乎係出事啦。孫林係個男仔，唔可能係色狼劫劫，咁一個細路身上先得幾蚊雞，被搶劫都輪唔到佢啫。孫林嘅舅父們推測係出咗交通事故，此時交警大隊亦唔辦公，大家唯有叫各家醫院去揾。呢個城市唔大，醫院亦只有幾間，親戚們分別去揾，然而揾咗幾個鐘，醫院入面並冇交通事故嘅傷者。大家折騰到第2日上晝，仲係一無所獲。母親考慮報警，但孫林二舅做過聯防隊員，知道失蹤未滿48小時係唔接受報案嘅。就喺大家聚喺孫林家商量點算嘅時候，突然聽到鎖匙開門嘅聲。母親耳朵靈，2、3步衝到門口，一把拉開防盜門，果然個仔孫林企喺門口。奇怪嘅係，身後仲有一個消瘦嘅中年男人。孫林神色非常古怪，背上有一個傷口，只係叫咗一聲媽媽，其他咩都冇講。見到屋企有人，嗰個中年男人嚇咗一跳。此時孫林2個舅父都趕到門口問：小林，你搞邊科啊？成晚跑到去邊啊？見到2個膀大腰圓嘅舅父，孫林似乎鬆咗一口氣，但都係冇出聲。母親冇見過世面，認為個仔肯定係喺出面闖禍，俾呢個男人好心送返嚟。佢對男人話：多謝你啊，送我個仔返嚟。見到有2個大漢，屋入面仲唔知有幾多人，中年男子頓時緊張起來。佢隨口話：冇嘢啫，我就係順手幫下手。呢個細路有啲感冒，其他冇咩，我走啦。母親追住佢講咗好多聲多謝，嗰個男人大踏步咁離開，瞬間唔見咗蹤影。此時做過聯防隊員嘅二舅發現外甥臂上面係一刀傷，並唔係跌傷。二舅問：
做咩事啊？點解俾人用刀割啊？你同人打架？呢邊母親發現個仔外表木訥，其實係一種極度恐懼後嘅狀態。即使已經喺7、8個親戚中間，孫林嘅全身仍然不斷顫抖，顯然係受到咗重大驚嚇。母親都問個仔：做咩事啊？你點解驚成咁啊？到底出咗咩事啊？喺眾多親戚嘅反覆追問下，孫林先斷斷續續咁尋晚嘅可怕遭遇。呢一番話將7、8個大人嚇到半死。孫林係咁樣講嘅：尋晚6點，我知道媽咪出門要3個鐘，就偷偷走到天齊網吧打機。我啱啱打咗10分鐘，嗰個男人就同我搭訕。我識佢，佢以前喺天齊網吧做過網管，外號叫做大舅子。呢個人講嘢好客氣，同細路都有講有笑。佢話我打機打得唔錯，但呢種遊戲冇咩好玩。佢屋企有部電腦，裝住好多國外好玩嘅遊戲，第二度玩唔到，我可以免費去玩一陣。當時我都冇點諗，就跟住佢走啦。我一個男仔身上得幾蚊雞，唔覺得有咩危險。況且佢話屋企就喺沙石廠，搭巴士去都係10分鐘，嗰度都唔係乜嘢偏僻地方。我跟佢搭巴士落咗車，行咗5分鐘就走入一個胡同，行到一棟2層嘅小屋。呢個男人話東邊間屋就係佢屋企，我就跟佢入去。佢屋企好似垃圾堆咁，又污糟又破爛，仲有陣臭味，臭到我一入去就掩住鼻。屋企得2間房，一間係臥室有個炕，一間係客廳同廚房。我睇嚟睇去都冇發現電腦，就開始驚，想走。二舅話佢就用刀割你？對，佢突然拎出一把細刀攔住我好驚，大聲嗌救命！救命！佢就喺我鼻上面割咗一刀，話再嗌就割咗你個鼻。我當時好慌張，就冇覺得痛，繼續大聲嗌。但我前後嗌咗5、6分鐘，根本冇人嚟。呢個男人將我冚住，喺我嘴入面塞咗塊布，唔俾我再嗌。佢陰笑咁對我說：你唔好嗌啦，冇用噶，呢度係棚戶區，住戶自己都生存唔到，邊個會理別人死活？你嗌破喉嚨都冇人理噶。我當時仲喺度拼命掙扎，試圖逃出去。可能係佢見我難對付，就將我拖到炕邊，掀開一塊布。我睇咗一眼，嚇到差啲就昏死過去。你睇到啲乜嘢？孫林支支吾吾咗半天，似乎喺回憶當時嘅可怕情景。係4具冇着衫嘅死人，特別嚇人。呢啲人皮膚都係皺嘅，眼睛係2個大窟窿，眼珠冇咗，下面亦都冇細佬，好似俾人用刀割咗。有啲頭髮已經甩晒，有啲甩咗一半。佢哋就靠埋一齊瞓喺炕上，黑洞洞嘅眼眶對住天。我差啲冇俾佢嚇死，攤咗喺地一個勁咁騰騰震。咩話？唔會啩？佢屋企點會有死人？會唔會係死馬騮？唔會㗎，有一個死人好高，對腳好長，馬騮冇可能咁高㗎，就係死人。當時嗰個男人嘻嘻笑：你老老實實聽我話，唔係就俾你都變成咁樣，聽到未？呢幾個都係同你差唔多大嘅學生，都係俾我殺嘅。我嚇到唔喐得，就任佢擺布，佢就將我拖上炕，除咗我條褲。孫林冇繼續講落去，但舅父們知道外甥肯定係俾呢個變態奸污咗。孫林又繼續講，跟住佢攬住我瞓覺，我邊度瞓得着，就想方設法逃走。佢好警覺，我微微喐一喐，佢就睜眼。如果我跳落炕，佢肯定知。期間我諗咗個點子，話要屙尿，俾我出去屙一陣。呢個男人卻唔上當，話喺屋企屙，嗰邊有個馬桶。咁樣一直去到第2日，我不斷求饒，講咗好多好話，叫佢唔好殺我。呢個男人話：我都唔係生出來就殺人㗎，我以前都有工做，有老婆仔女，仲上過大學，結果咪又係咁，窮到窿。我早就唔想活啦，但唔想一個人窩窩囊囊去死，我都要帶幾個戰輩嘅。你只要聽我話，我就唔殺你。咁樣又過咗幾個鐘。佢一直同我傾偈，
期間我諗咗一個點子，呢度太凍啦，不如去我屋企啦，日頭我屋企都冇人。嗰個男人諗咗一陣，問我：你屋企有冇錢啊？我為咗引誘佢去，就話：有啊，我爸爸喺韓國打工，每年都寄幾萬蚊返嚟，放喺我媽咪一個櫃度。二舅話：佢就咁容易相信啦？我覺得佢就冇想殺我，就要放我走，只係想嚟屋企搵啲錢。結果我就帶佢返屋企，見到你哋佢就跑咗。孫林講嘅故仔就係咁樣。咁呢件事係真係假呢？正常嚟臨，細路一般會撒小謊，但絕對唔會撒出咁大嘅謊話。呢個故仔如此匪夷所思，細路絕對係編唔出嚟，所以大人們都傾向呢件事係真嘅。咁呢件事要點處理啊？大舅話唔得，我睇都要報警。孫林母親話：萬一報咗警，呢個家伙嚟報復咁點算啊？二舅話：呢件事我有經驗，我做聯防隊員嘅時候係90年代，我哋呢度啲工人都下崗，殺人放火嘅好多。對付呢種人，你只能報警，冇第二個辦法。如果小林講嘅係真，佢就至少殺咗好幾個人啦。反正都係判死刑，殺你哋滅口，無非都係槍斃。喺你搬屋轉學呢幾日，佢就可以嚟殺你啦。我話定係馬上去報警，將呢個家伙盡快捉住，你哋就安全啦。我再考慮下，仲考慮乜嘢啊？等呢個家伙逃竄到外地，你報警都冇用啦。我陪你哋去，我喺派出所仲有幾個熟人。喺派出所入面，民警聽到孫林重複咗呢個故仔，開始都係唔敢相信，唔會啩？邊度有呢種事啊？全中國殺人嘅事唔少，未聽過邊個將屍體做成乾屍仲放喺屋企炕上啊？你個細路係咪外國恐怖電影睇得多咗啊？雖唔太相信，一個民警都話：我睇不如我哋去現場睇下，呢個細路唔係話認得路咩？呢幾個月，我哋呢度確實失蹤咗唔少細路，大家都好奇怪，話唔定就同呢個人有關係。於是幾個民警上咗警車，帶住孫林趕赴現場。上次講到，雖然有啲唔信，但一個民警都話：不如我哋去現場睇下啦。呢個細路唔係話記得路咩？呢幾個月呢度確實失蹤咗唔少細路，大家都覺得好奇怪，話唔定同呢個人有關。於是幾個民警上咗警車，帶住孫林趕赴現場。根據孫林嘅回憶，警車先係順住巴士路線開到總站，然後轉到馬路對面嘅小巷裏邊，好快就見到嗰棟2層高嘅樓房。有帶住手槍嘅民警保護，孫林都係騰騰震唔敢落車。民警摸到疑似兇案現場嘅屋企門口，一腳踢開道門，屋入面冇人，個男人唔喺屋企。但民警一入屋就發現唔對路，呢度有一股好熟悉嘅味道，屍臭味。根據孫林嘅介紹，幾個民警行到嗰個炕前面，用力掀開張被。雖然已有心理準備，民警們都係大吃一驚。一個後生民警忍咗一陣，終於都衝出屋外狂嘔。果然係4個男仔嘅乾屍，都用膠袋笠住。呢啲乾屍比孫林講嘅仲可怕，佢哋全部被挖走咗眼睛，仲被開膛破肚，內臟不翼而飛。4個男仔嘅下體全部被割走。睇起嚟呢4個男仔死亡時間有長有短，其中一個細路死咗至少3個月以上，皮膚已經爛咗大半，而有一個好矮嘅細路，似乎死咗最多1個月，屍體大體完整，腐爛得唔算嚴重。呢單係非常嚴重嘅案件，亦係新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嘅大案之一。民警即刻揾到當地嘅騙警，後者迅速趕到，揾咗住喺附近嘅房東。房東介紹，呢間出租屋以好平嘅價錢租咗俾一個叫做龔春柏嘅男人。龔春柏30幾歲，本地人，係經親戚介紹過嚟租房嘅，喺度已經住咗2年，具體做啲咩就唔清楚，但已經欠咗半年租。房東自稱佢呢幾間房都係租俾人，自己除咗收租之外好少過嚟。呢度係棚戶區，租房嘅都係市內收入最低嘅底層民眾，大事小事不斷，房東都懶得理，總之俾租就得。對於龔春柏，房東冇咩印象，只知佢之前好似犯過事，
具體因為咩坐監就唔清楚。出獄之後同繼父關係好差，所以龔春柏就租屋住喺外面。根據房東介紹，龔春柏有個阿媽住喺本市一個小區，就係阿媽嘅老鄰居介紹龔春柏過嚟呢度住。民警立即趕赴龔春柏嘅阿媽屋企實施抓捕，但呢度都冇捉到佢。誇張嘅係，繼父見到警察嚟捉龔春柏，竟然一啲都唔驚訝。呢個混蛋，我就知佢遲早會再犯罪。你睇佢一對眼，睇邊個都係冷冰冰，帶住兇光，唔係好人。根據繼父介紹，龔春柏幾個月前因為打架俾燒烤店炒咗，一直游手好閒，靠阿媽啲微薄退休金過活。平時佢就喺曾經做過網管嘅天林網吧流連，打機睇戲，有時通宵唔返屋企。民警緊急撲向天林網吧，將正在呢度上網嘅龔春柏當場堵住。喺受害者孫林報案後僅僅半日，變態殺人狂龔春柏就被擒獲。奇怪嘅係，呢個已經殺咗多人嘅龔春柏，並冇任何抵抗，亦冇絲毫恐懼。將龔春柏返局裏之後，一啲民警聽講出咗特大案件，都嚟圍觀。其中一個民警負責登記呢半年失蹤細路嘅資料，仲協助家長貼有相片嘅尋人啟事。佢赫然發現龔春柏着住嗰件藍色羽絨褸，就係一個幾月前失蹤嘅少年白某嘅衫。白某16歲，係初三學生，比較高，去網吧打機之後一去不回。白某嘅家庭有啲特殊，阿媽喺40歲嗰陣改嫁，為第二個老公生咗個仔，就係白某，幾乎係老來得子。父母對白某都算關心，就算家庭貧困都盡量滿足個仔要求。白某上初中嗰陣，父母都已經50幾歲，精力衰退，身體唔好，忽略咗對個仔嘅照顧。白某成日一個人走去網吧打機，父母都唔理，總之唔係去打交搞事就得。白某失蹤之後，父母喺本市貼咗好多尋人啟事，將失蹤嗰陣着嘅衫講得好清楚，然而白某始終不見蹤影。父母開始懷疑個仔俾人綁架去大興安嶺嘅黑工廠做苦工。佢哋發夢都冇諗到，個仔早已被殘殺。佢件羽絨褸竟然着咗喺龔春柏身上，而龔春柏就咁堂而皇之着住受害者嘅衫喺大街上活動，根本唔怕被人發現。龔春柏殺咗4個細路，恐怕唔止咁少。對屋內搜查，又發現咗2個膠桶俾水泥封住。普通膠桶用蓋蓋上就得，點解要用水泥呢？民警砸開水泥，赫然發現一個男仔被斬斷嘅屍骨，另外炕台嘅反面都發現咗唔知名嘅屍骨。更誇張嘅係，屋內仲發現咗一件女仔嘅棉衫棉褲，上面血跡斑斑，顯然呢個女仔都遇害了。而屋內5具屍骨都係男仔，呢個女仔暫時仲未揾到。至於龔春柏自己交代嘅殺人數目，對唔住，到今日我哋都唔知個數字，官方數字係6人。呢6人亦係有明確屍骨嘅。龔春柏點解要殺人啊？佢自己並冇講。而律師第一次見到佢嘅時候，龔春柏滔滔不絕咁將作案經歷全部話晒俾律師知。當然講呢啲經歷並唔係為咗脫罪。用龔春柏嘅說話，你叫佢哋快啲審，快啲判死刑，我早就不想活了。呢單案件殘忍狠毒，更誇張嘅係，連殺6個人竟然無人知曉。如果唔係孫林利用自己機智，同龔春柏一時仁慈而逃脫，案件根本唔可能迅速偵破。龔春柏仲會繼續殺人，直到被捉住為止。根據龔春柏嘅交代，佢前後綁架咗11個細路，最小嘅9歲，最大嘅白某都唔過16歲，其中6人俾佢殺死，其餘5人俾佢猥褻或者雞姦後釋放，就包括孫林。令人無語嘅係，之前被釋放嘅4個細路嘅屋企人都冇去報警，只係自行或者搬屋或者出外打工，以躲避龔春柏。另外，作案時間跨度有1年左右，而龔春柏幾乎就係喺天啟網吧嗰度不斷走細路，但仍然冇事。甚至龔春柏着住受害者嘅羽絨褸，仲可以堂而皇之咁喺網吧上網。根據警方對現場嘅搜查發現，一啲細路並唔係當場就被殺死嘅，其中1人至少喺呢度生活咗10日。民警對此都頗為唔理解，因為龔春柏嘅房屋距離鄰居好近，
房屋質量差，隔音唔好，可以話係雞犬相聞。隔離夫妻夜晚聲大啲，宮春柏都可以聽到，反之亦然。咁點解宮春柏綁架咗11個人，殺咗6個人，期間仲有細路生活咗10日，絕對會有好大動靜，點解就冇人注意，冇人報警呢？仲有，宮春柏既然係變態殺人狂，點解要冒險將細路養喺屋企10日，仲將其中5人放走呢？呢個唔符合邏輯，對宮春柏嚟講太危險了。最後，宮春柏到底點解會變成性侵、殺害少年兒童，仲將屍體開膛破肚、挖眼掏心做成乾屍，留喺屋企欣賞呢？宮春柏將網霸少年孫林呃到屋企，性侵期間為咗恐嚇孫林，俾佢睇咗放喺床上嘅4具少年乾屍，孫林被嚇破膽，唔敢再反抗。不過呢個細路非常聰明，宮春柏話佢屋企冇人，但有好錢多。宮春柏跟住孫林返屋企，結果發現孫家有好多人，仲有2個大隻嘅舅父，宮春柏只得轉身逃走。孫家知道細路嘅恐怖遭遇後報警，警方當日就喺網吧捉到宮春柏，亦喺佢間出租屋入面發現咗6具屍體，其中4具係乾屍。呢單案件有一系列奇怪嘅地方，宮春柏到底點解會變成性侵、殺害少年兒童，仲將屍體開膛破肚、挖眼掏心做成乾屍，留喺屋企欣賞呢？呢個仲係人嗎？佢點解咁狠毒變態？呢就要睇下宮春柏係點樣從普通人變成殺人變態惡魔的。時間倒退到10年前嘅1996年，宮春柏同幾千萬黑龍江小伙子冇咩唔同。宮春柏嘅家庭好正常，父母都係工人，冇咩不良嗜好，下面仲有一個細佬。宮春柏自細性格內向，唔中意同人講嘢，係個好唔起眼嘅細路。佢出世喺1973年，生落嚟俾人昵稱為亞大舅子，受到父母嘅寵愛。點解會咁樣？因為阿媽之前生過2個細路，全部都夭折了。同其他普通工人子弟一樣，宮春柏上嘅係本廠子弟小學、初中，成績唔可能考到大學。1990年，宮春柏未讀完初中就出嚟做嘢，16歲嘅宮春柏成為合同工，進入工廠車間做學徒。呢個年紀喺我哋睇嚟太細，喺工人區都算正常，底層家庭嘅負擔都好重，等細路早啲賺錢可以減輕父母負擔。宮春柏嘅運氣唔太好，入廠半年就遭遇一次工傷，搞到一條腿受傷，留低輕微後遺症。當年嘅師傅對宮春柏幾乎冇印象，唯一記得就係呢次工傷。宮春柏係個身體瘦弱嘅靚仔，喺女仔眼中頗有魅力，但佢性格內向，唔中意同人來往，亦唔願意多開口講嘢。更重要嘅係，此時工廠已經風雨飄搖，大家顧唔到咁多。1992年，剛剛轉為正式工人嘅宮春柏就遭遇咗下崗大潮。上次講到，當年嘅師傅對宮春柏幾乎冇咩印象，唯一記得就係今次工傷。宮春柏係個身體瘦削嘅靚仔，喺女仔眼中頗有魅力，但佢性格內向，唔中意同人來往，亦唔多願意開口講說話。更重要嘅係，當時工廠已經風雨飄搖，大家自顧不暇。1992年，剛剛轉做正式工人嘅宮春柏遇上咗下崗大潮，更倒霉嘅係，同廠做嘢嘅父母都一齊下崗。下崗嘅原因唔複雜，就係佢哋冇後台。宮春柏嘅爸爸做足成世，只係個裝卸工，阿媽都係普通女工。當時細佬仲未畢業，一家突然冇晒收入，非常狼狽。無奈之下，年紀已經好大嘅宮春柏爸爸去電影院門口擺檔賣雪條，宮春柏就同捱得苦嘅阿媽一齊踩3輪車。後來阿媽心痛個仔，叫宮春柏用3輪車去收舊玻璃樽，俾載客輕鬆少少，生活勉強可以維持。但宮春柏覺得特別丟面，佢身高1.73米，樣貌幾英俊，係個小白臉，好受女仔歡迎，正值風華正茂，要面嘅年紀，卻18歲就要去收廢品，呢啲係農村老年阿伯做嘅工。佢曾經想揾份體面少少嘅工，但當地本來就唔係富裕地區，就業崗位好少，下崗工人又多，到處都係求職者，一個位10幾個人爭，
加上佢隻腳有輕微後遺症，根本揾唔到工。失業嘅同時，宮春柏仲失埋戀。佢有個青梅竹馬嘅女朋友，係同一個廠區嘅鄰居，兩個一齊讀書，一齊入廠，感情好深。本來女方屋企冇反對佢哋婚事，但宮春柏全家下崗，女友屋企有啲關係，冇下崗，情況就唔同晒。女朋友阿媽堅決反對個女嫁俾宮春柏，理由得一個，你連工都冇，唔通將來要我個女養你啊？貧賤夫妻百事哀，聽過未？我辛苦湊大個女，難道就為咗你張小白臉去捱苦受罪？女方阿媽講嘅說話唔係完全冇道理，宮春柏連自己都養唔起，喺外人睇嚟係冇資格娶老婆。一開始呢對戀人唔肯分手，結果女友阿媽日日企喺公家門口大鬧，仲打過宮春柏。薑越老越辣，佢嘅目的係要同公家徹底鬧翻，絕咗個女嘅念頭。鬧咗一段時間，兩家積落好深嘅仇怨。宮春柏明白呢段戀情已經玩完。冇幾耐，女友嫁咗俾同廠一個男工人，宮春柏嘅初戀就咁結束。好多幾年之後，宮春柏仍然好唔忿氣，話人窮連娶個老婆都係夢想。有趣嘅係，佢冇怪責個女朋友，反而覺得係佢阿媽逼成咁，話女友膽小，耳仔軟。其實女友如果唔係改變主意，又點會嫁俾第二個男人呢？又唔係販賣人口。孫林回憶，宮春柏曾經同佢講過呢件事，但講成自己嘅老婆同人走咗，期間仲喊得好淒涼，可見呢件事對宮春柏影響好大。個仔失戀之後一蹶不振，阿媽好心痛，大半年之後託人介紹咗個鄉下女仔俾佢，對方要求宮春柏做上門女婿。喺當年，城市後生仔就算鬧得唔好，都好少娶鄉下女仔，更加唔好講做上門女婿。喺黑龍江鄉下，上門女婿生咗細路要跟女方姓，喺東北男人睇嚟，呢樣好丟面。宮春柏同個女仔見完一次面就好唔滿意，嫌人哋冇文化，樣貌醜陋，講嘢粗魯。相反個女仔就一眼睇中英俊嘅宮春柏。宮春柏唔願意，可惜貧不擇妻，對方好歹喺鄉下有啲家產，比城市下崗工人好得多。如果宮春柏做上門女婿，起碼唔使休食休住。就喺兩個人交往緊嘅時候，宮春柏嘅爸爸因為日夜擺檔太操勞，突然腦溢血過身。鄉下人迷信，女仔爸爸認為呢件事好唔吉利，唔准個女繼續同宮春柏來往，於是呢段戀情又告吹，連卑微嘅上門女婿都做唔成。宮春柏開始自暴自棄，放縱自己。佢日頭辛苦咁踩三輪車，賺取微薄嘅收入，夜晚就憑住自己張小白臉，着住光鮮嘅衫，去電影院、歌舞廳、溜冰場呢啲收費低廉嘅娛樂場所釣馬子。嗰度有唔少後生女仔，宮春柏想辦法同佢哋套近乎。呢啲女仔多數唔返學，冇工做，屋企又唔理，佢哋出嚟釣海子，呃飲呃食，有啲仲可以揾到些少錢。宮春柏根本冇錢，只能夠完全依靠英俊嘅外表去食女人嘅白食。有個出嚟社會嘅鄰居後生仔知道之後勸宮春柏，呢啲女人好麻煩，搞唔好會惹禍上身。你如果真係忍唔住，不如去漂，使唔得幾多錢。你想白玩好容易出事，呢啲女人冇幾個好嘢㗎。然而宮春柏將呢啲烈焰當成自己灰暗生活裏面唯一嘅樂趣，亦係佢唯一可以成為勝利者嘅領域。自然，作為一個23歲嘅後生仔，佢都有好強嘅性慾，本能地想接近女人。不過宮春柏嘅烈焰並冇持續好耐。1996年7月底，23歲嘅宮春柏認識咗一個女仔，兩個人上晝認識，中午同夜晚一齊食飯，睇通宵錄影帶。之後個女仔就跟咗宮春柏返屋企，發生咗性關係。第二日，宮春柏帶住個女仔繼續上街玩，卻俾女仔嘅父母當場截住。聽聞個女前一日住喺宮春柏度，女仔老豆衝上前就將佢大打一頓，大鬧：你個畜生，我個女先得13歲，就俾你糟質咗，老子打死你！宮春柏因為同未滿14歲嘅幼女發生性行為，俾女仔嘅親戚扭送去派出所。雙方嘅口供有出入，
宮春柏堅持自己根本唔知個女仔幾多歲，認為佢外表好成熟，至少都有17、8歲，而且個女仔係自願同佢發生關係，唔存在強迫。女仔老豆就認為宮春柏明知個女仔係初中生，顯然係未成年人，仲引誘佢就係犯罪。退一步講，就算宮春柏唔知個女仔未夠14歲，同一個識得一日嘅女仔上床，就係一個流氓，應該受到法律嚴懲。根據1996年嘅法律，只要同未滿14歲嘅女仔發生性行為，不論是否知情，一律按強姦幼女嚴懲。呢條法律係80年代制定嘅，當時社會風氣保守，女人同老公發生婚前性行為都係流氓罪，可以坐監或者勞教，遇到嚴打仲可能要遊街示眾。喺當時嘅法律嚟睇，發生性行為嘅男女只能夠係夫妻，起碼都係準備結婚嘅情侶，唔存在唔知女方年齡嘅講法，所以自稱唔知女方未滿14歲，一律被當成強姦犯嘅詭辯。其實呢條法律嘅初衷係保護農村女仔，防止佢哋未夠14歲就嫁人，過早懷孕同生育。呢條法律要到2003年先有所改變，如果男方確實唔知對方年齡，女方又係自願而且冇造成嚴重後果，情節顯著輕微嘅，可以唔認為係犯罪。但係1996年，宮春柏因為強姦幼女被判刑8年，仲算係寬大處理。嗰個年代強姦幼女係非常嚴重嘅罪行，遇上嚴打基本上都係死刑，就算平時都大多20年起跳量刑。由此，23歲嘅宮春柏成為犯人，入獄。宮春柏嘅老豆已經過身，阿媽係踩3輪車嘅，之後佢細佬亦因為搶劫罪被捕入獄。阿媽自己生活都困難，喺40幾歲仲要被逼改嫁俾個老工人。喺呢種情況下，宮春柏屬於冇人打點嘅犯人，喺監獄入面係最底層，好容易被欺負。喺看守所嘅時候，多次入獄嘅老犯人已經警告佢要小心，呢度係小地方，監獄比較亂，時間又係90年代，互聯網啱啱出現之前，基本上冇輿論監督可言。嗰個年代，無論看守所定監獄，偶爾出人命都唔出奇。呢度都係犯人管犯人。牢頭獄霸其實係管理制度嘅一部分。呢啲牢頭獄霸都係人渣，大部分係暴力罪犯，非常兇狠，將人往死裏打。一旦出咗大事，監獄方面會想辦法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尤其係小地方，更加容易蒙混過關。而宮春柏呢種因為風化案入去嘅小白臉，又冇人關照，就有一定嘅危險，被打係肯定嘅。關鍵在於佢好大機會會被性侵。牢頭獄霸認為強姦犯本來就唔係好人，喺監獄入面被人性侵屬於報應。於是宮春柏就好似《月黑高飛》入面嘅杜福雷斯一樣，入獄第1年就俾牢頭雞姦咗。呢次暴行嘅細節已經冇辦法證實，只知道對宮春柏造成極大嘅傷害。監獄裏面好多人，宮春柏等於係眾目睽睽之下被人施暴。肉體傷害係其次，精神打擊至係巨大。被雞姦之後幾日，宮春柏就揾機會割脈自殺。喺監獄自殺並唔容易，佢好快俾其他犯人發現，送去監獄醫院搶救。接到通知之後，宮春柏阿媽慌慌張張咁趕到監獄醫院，面對阿媽，宮春柏羞於解釋自殺嘅原因，只係話俾人打得好犀利，頂唔順先自殺。阿媽見到宮春柏手腕上嘅傷口有成個嘴咁大，直到而家仲滲緊血，可見當時宮春柏一心求死，割脈割得好深。雖然覺得個仔唔生性，阿媽仍然好心痛，當場大喊一場。宮春柏養好傷之後，仍然翻去監獄，後來發生咩事我哋唔知道，一般認為佢繼續俾牢頭雞姦。同月黑高飛一樣，監獄係社會嘅縮影，只係更赤裸、更殘暴，大魚食細魚，細魚食蝦米。宮春柏就係一隻蝦米，佢冇後台，冇錢，剩低嘅身體俾牢頭用嚟發洩，後者當然唔會放過佢。連續不斷咁樣嘅遭遇，令宮春柏嘅性心理出現嚴重異常，開始有變態嘅症狀。呢樣嘢好容易理解，就算電影中意志堅強嘅杜福雷斯，都曾經計劃殺死性侵佢嘅犯人，寧願被判死刑。只係杜福雷斯識做假象，
後來俾監獄長認為有利用價值，先至脫離被連續雞姦同毆打嘅命運。宮春柏冇咁好運，佢冇辦法脫離呢種環境，唯有選擇逆來順受。喺服刑嘅最後期間，宮春柏開始主動用物品引誘新嚟嘅犯人，同佢哋發生性關係。本來宮春柏係好正常嘅異性戀，因為監獄嘅8年生涯，變成咗嚴重性賭錯嘅變態。呢種人嘅心理好恐懼，佢係被虐待成為異常人，距離瘋狂只有一步之遙。當然，宮春柏喺監獄表現都算唔錯，仲減咗9個月刑期，服刑7年幾就出獄。嗰時佢31歲，出獄嘅時候係2003年。上次講到宮春柏喺監獄表現唔錯，仲減咗9個月刑，服刑7年幾就出咗獄。嗰陣時佢31歲，出獄係2003年。由此，宮春柏從一個23歲嘅小白臉，變成咗一個禿頭猥瑣嘅中年大叔。以前佢臉上仲有幾分男性魅力嘅微笑，而家就目露凶光，令人不寒而慄。出獄之後，宮春柏先發現外面比裏面都好唔到幾多，連食飯都成問題。東北下崗潮仲喺尾聲，工作依然非常難揾，就更唔好講宮春柏呢種有案底嘅人啦。宮春柏由出獄到被捕，一共只有2年幾時間。咁短時間內佢換咗8個地方住，換過嘅工作更加係不計其數。宮春柏獲釋嗰陣幾乎身無分文，只能暫時同阿媽繼父一齊住。繼父好反感佢，認為佢係天生嘅賊，仲好懶。呢種態度唔難理解，因為繼父自己生活都唔寬裕，個仔下崗之後靠做裝修勉強維持生計，呢個家庭當然唔想養一個白食白住嘅閒人。不過繼父個仔同宮春柏關係尚可，勉強算傾得埋。佢覺得宮春柏喺佢面前表現得好正常，冇任何古怪嘅地方。平時宮春柏都幾安靜，唔係睇書就係同門口嘅老人家捉象棋，除咗食煙好兇之外，似乎冇咩不良嗜好。繼父個仔認為，起碼2個人名義上係兄弟，能幫就幫。喺佢介紹下，宮春柏開始做啲零散嘅工作，最初係賣羊肉串，後嚟拉細車，又喺快餐店做幫工。揾到第一份工之後，宮春柏就搬出阿媽屋企，唔再受繼父嘅冷嘲熱諷。後嚟阿媽為此好懊惱，繼父個仔都有啲後悔。佢哋都認為宮春柏出獄最初階段並唔想去犯罪，如果當時將佢留喺阿媽身邊牢牢睇住，再幫佢成個家，就唔會搞出咁大件事，震動全城甚至全國。呢啲零散工作通常做唔得耐，但宮春柏多少都儲咗啲錢，仲學咗啲廚師技術。佢都有自己嘅規劃，就係開間小飯店賺筆錢買樓，正正經經娶妻生子，好好過日子。辛苦1年之後，宮春柏將儲落嘅錢全部攞出嚟，喺阿媽資助下同人合資開咗間細細嘅燒烤店，係東北街頭成日見嘅小店面，裏面只有2-3張台。宮春柏自己做老闆兼店員，每日忙到深夜，好辛苦，但生意唔係幾好。過咗冇耐，宮春柏阿媽突然接到派出所電話，叫佢快去醫院，但阿媽年紀大又有重病，夜晚唔出得門，只好拜託繼任丈夫嘅個仔趕去。去到醫院，呢個比宮春柏大10歲嘅繼父個仔嚇咗一跳。宮春柏俾人暴打一頓，成頭成面都係血，個臉腫到豬頭咁，對眼腫到剩翻一條線，完全睇唔出原本個樣。至於打交原因，至今冇公開講法。有人話係有人嘲笑宮春柏，雙方喺店內打鬥，對方人多，將燒烤店砸爛，將宮春柏打到喐唔到。燒烤店被砸爛，宮春柏仲要賠償合夥人嘅損失。呢1年幾辛苦儲落嘅錢，加上阿媽借俾佢嘅錢，全部化為烏有，仲要俾人打到重傷。呢件事點解決？我哋唔知道。我哋知道嘅係，從此以後宮春柏開始咗兇殘殺人嘅歷程。後嚟繼父個仔認為宮春柏係覺得冇前途冇希望，想一死了之，不如亂殺幾個人嚟報復社會，順便揾啲錢享受下。咁點解揀細路仔呢？宮春柏自己好瘦弱，殺成年人佢未必有能力，就算係三陪小姐，佢想制服都唔容易。另一個重要原因係宮春柏住喺棚戶區，同鄰居只係一牆之隔。後嚟先知佢個房東講咗大話。房東根本唔係唔了解宮春柏，而係住喺2樓，宮春柏住喺1樓一角，
而一樓仲有幾戶鄰居，相距好近。更誇張嘅係附近嘅派出所距離宮春柏嘅出租屋只有200米。好明顯，宮春柏只能揀有把握對付嘅少年甚至細路，可以好快將佢哋制服，唔係嘅話佢可能一作案就會俾人拉咗。宮春柏殺人其實冇做太多掩飾，所有11個受害者，包括被殺死嘅6個細路，全部係由天啟網吧走嘅，而呢啲細路住嘅地方都距離天啟網吧好近，最遠都唔過2公里幾。最後宮春柏甚至係喺天啟網吧俾人拉嘅，部分碎屍仲俾佢掉咗入網吧嘅廁所，咁樣作案幾乎等於主動要求俾人拉。我哋睇下宮春柏嘅犯罪歷程。2005年2月，宮春柏又呃咗個男仔返屋企，猥褻完當日就放走，唔知個男仔係怕醜冇話俾家人知，定係家人唔當一回事，總之冇人報警。等咗個幾月都冇動靜，宮春柏繼續作案，將門口隔離一個只得9歲嘅2年級女仔呃返屋企，企圖強姦。個女仔大喊大叫，宮春柏怕俾鄰居聽到，就用鐵錘將佢抌死，之後再侮辱屍體。第一次殺人之後，冇經驗嘅宮春柏唔知點處理屍體，前後用咗1個月先將屍體切碎，分別掉喺包括網吧在內嘅幾個廁所，但個頭太大掉唔到，只能留喺屋企。受害女仔係個可憐細路，爸爸有精神病，媽媽生咗佢之後就離家出走，等於無父無母。好在爺爺奶奶對佢唔錯，為咗養佢，兩老被逼由農村嚟到城市打工，住喺棚戶區，距離宮春柏屋企只有100米幾。可能因為家庭環境，女仔自細就好懂事，爺爺好養佢。當日宮春柏扮病，個女仔幫佢開門，結果就遭咗毒手。孫女失蹤之後，爺爺好着急，但失蹤案唔係兇殺案，重視程度唔夠，冇辦法之下，唔識字嘅爺爺喺街坊聰明人建議下揾到晚報講述遭遇。當日就有警察帶住警犬嚟到佢屋企搜索，警犬聞完女仔嘅衣物之後，一路跑入宮春柏住嘅院子。當時房東正喺2樓釀散裝白酒，濃烈嘅酒味影響咗警犬嘅嗅覺，冇辦法繼續定位。而民警準備調查嘅時候，俾房東一家鬧走咗。你哋係嚟查假酒㗎？我哋呢啲唔係假酒。後嚟推測，房東住2樓唔可能聽唔到樓下宮春柏房裏嘅動靜，尤其係好多細路俾宮春柏囚咁多日，動靜唔會細。但房東因為自己釀假酒怕被波及，所以裝傻唔理人死活。至於其他鄰居，都係自掃門前雪，連房東都唔理，佢哋仲理個屁。有個鄰居私下講，確實聽過有細路呼救，懷疑宮春柏係人販子，但佢哋都係外來打工者，自己衣食都難維持，唔想惹事就當聽唔到。第一次殺人之後，宮春柏好心虛，長達半年冇再作案，但警察冇嚟揾佢，佢就繼續作案，再次將一個上網嘅男仔帶返屋企猥褻，然後放走。1個月後，佢將一個14歲嘅流浪少年帶返屋企。企圖雞姦時遇到強烈反抗，宮春柏拳打腳踢將佢制服，多次雞姦咗佢。呢個少年可能流浪得耐，唔肯屈服，揚言一定會告佢。宮春柏已經有1條人命在手，就決定殺人滅口。9日後，宮春柏將呢個流浪少年箍死，之後將屍體砍碎，用水泥封喺2個膠桶入面，就擺喺屋企。至此，宮春柏認為自己遲早會被捕槍斃，已經懶得四圍拋屍。今次殺人後只係1個月，宮春柏又將一個9歲細路呃返屋企，性侵之後殺害。宮春柏已經有恃無恐，明白自己遲早係死刑，所以竟然將屍體製成乾屍，挖走容易腐爛嘅眼睛同內臟，用膠袋包好，就吊喺坑上面。呢個細路嘅死亡特別令人心痛。佢又係一個基層破碎家庭嘅細路。出世之後父母感情唔好，長期分居，爸爸為咗個仔嘅成長，決定同妻子復合，一家人搬入城市住。當時爸爸發誓一定要好好過日子，俾個仔接受好嘅教育，但係發誓之後只係個幾月，個仔着住拖鞋去網吧睇人打遊戲就從此失蹤。更令人悲哀嘅係，呢個細路唔係一開始就遇害，佢至少活咗10日，期間屋企曾經接到一個電話，勒索贖金先肯放人。但呢家人係啱啱由農村上城嘅赤貧人家，根本攞唔出贖金，
歹徒見唔到有人送錢，就將細路殺死滅口。直到宮春柏被捕之後，喺佢屋企揾到細路生前寫俾阿媽嘅一封求救信，全文係：媽媽，媽媽，我好掛住你，我都好想返學，掛住我嘅老師同同學，你快啲嚟救我。媽媽，我對唔住你。媽媽，你俾電話我想同你講幾句話，你快啲攞錢嚟，我好想返屋企同你見面。呢封令人忍唔住流淚嘅信，竟然出自一個9歲細路之手，可見佢受咗幾大嘅驚嚇同威逼。隨後，宮春柏又連續殺死3個人，分別係10歲、16歲同10歲，期間亦放走過2個人。佢殺死嘅3個細路，全部都係曾經打電話去屋企勒索嘅。呢3個細路只有一個出身健全家庭，佢父母都係進城嘅農民，為咗搵個仔，短短3個月內跑咗幾個省，仲幫警方捉到1個人販子，可惜佢個仔早已遇害。最後宮春柏放走孫林，孫家人果斷報案，只係半日就拉咗宮春柏，由此佢先停止殺人。呢個案件破案有難度嗎？應該話難度唔大。宮春柏作案頻率非常高，1年幾作案11宗，有明顯嘅模式可以追查，而且佢唔係流竄作案，係喺同一個地方、同一間網吧同出租屋作案，只要將線索匯總，應該可以發現蛛絲馬跡。況且呢個城市唔大，喺黑龍江只係2線城市，短期內失蹤咁多細路，又係同一個區域，好明顯出咗事。對於呢個案件，坊間有好多傳言，當地有人認為共有20幾個細路失蹤，懷疑都係宮春柏所害，但冇乜證據。至於宮春柏點解用咁兇殘嘅手段殺害細路，一般認為係佢喺監獄入面長期被雞姦嘅經歷，搞到性心理嚴重變態，出獄之後發現自己冇前途，生活冇希望，乾脆選擇瘋狂殺人嚟報復社會，藉此尋死。當年佢被人性侵，佢而家就性侵人哋嚟發洩，佢冇對付成年人嘅能力，就揀更弱小嘅細路落手。需要說明嘅係，宮春柏綁架嘅細路大部分都唔係當日殺害，而係養好多日，期間宮春柏會喺細路面前保持絕對權威，細路因為恐懼亦會完全服從佢。警方認為呢係宮春柏內心一種慾望嘅表現。作為一個從來毫無分量嘅社會底層，宮春柏都渴望支配別人，但佢只能透過犯罪先能實現。至於宮春柏，亦只係變相鬧市尋死，冇做太多掩飾。正常嚟臨，宮春柏既然殺咗咁多人，應該對受害人一律殺人滅口，但佢仲放走幾個細路，包括見過屍體嘅孫林。即使宮春柏係因為孫林返到屋企之後冇辦法落手，都應該及時走佬流竄到外地，但宮春柏冇走佬，仲係喺同一間網吧上網，甚至着住受害者嘅衫。唯一解釋係佢冇打算躲，就係等死，活一日算一日。弱者相殺，一個社會底層嘅弱者殺死更弱嘅細路。宮春柏呢個人殘忍狠毒，唯一對自己阿媽仲有幾分人性。喺被槍決之前，民警問佢有咩遺言，宮春柏話冇咩啦，你哋唔好去揾我阿媽啦，事全部都係我幹嘅，同佢冇關係。佢一世吃苦受罪，冇享過一日福，又被我連累，我對唔住佢。